今日我嘅發言題目係完善交通預案，提升旅客出行體驗。再過一個禮拜就係中國人最重要嘅傳統節日春節啦。咁我喺呢度咧提前祝立法會嘅全體同事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合家幸福。每逢重要嘅節假日咧，都係訪澳旅客人數激增嘅時候啦，係對本澳城市交通係帶嚟巨大嘅考驗嘅。旅遊局日前預料今年內地春節假期期間日均訪澳嘅旅客量將會達到15.8萬至到17.5萬人次。根據以往嘅經驗屆時旅客公交出行嘅需求將會係飆升嘅。雖然當局通常都會制定咗有嘅公共嘅交通疏導預案例如係增加巴士班次等等，但係由於係客流量巨大或者係塞車嘅緣故，旅客經常都係苦等，多時都未能夠上車。交通不便、搭車難係嚴重影響咗旅客遊玩嘅體驗，亦都成為咗不少旅客對於澳門印象嘅一個減分項。2025年訪澳旅客量係達到咗創紀錄嘅4007萬人次，超過咗2019年嘅3940萬人次。而今年訪澳旅客量係有望更進一步係達到咗4100萬人次。旅遊業嘅快速復甦喺推動本澳經濟增長嘅同時係亦都對本澳城市承載力，尤其係城市交通係帶嚟沉重嘅壓力。現屆政府係積極推動輕軌嘅建設發展嘅，但係輕軌網絡完善之前係遠水救唔到近火，巴士仍然係本澳公共交通分流嘅主力。然而巴士嘅運力已經係趨近飽和啦。2025年嘅1至9月，公共巴士日均嘅乘車人次達到62.84萬人次，超過疫情之前2019年嘅62.7萬人次。喺一啲重要嘅節假日日均嘅乘車人次甚至係超過81萬。點樣去利用翻現有嘅交通基礎設施去做好翻我哋節假日交通嘅安排，滿足居民同埋旅客嘅出行需求成為擺在喺我哋政府面前嘅重要議題。因此我係提出以下嘅3點建議。第一係加強跨部門合作，完善交通預案，滿足居民同埋旅客出行嘅需求需要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通力合作啦，聯通巴士公司、輕軌公司、的士、娛樂場、穿梭巴等，共同去檢討過往節假日以及大型活動舉辦期間嘅交通問題，尤其係要從我哋早前除夕跨年活動期間路氹金剛大道至到口岸接駁交通超負荷嘅事件中係吸取經驗，優化我哋嚟緊春節交通疏導嘅應急預案。要善用智慧化嘅預警系統，利用大數據監測景點、口岸巴士站點等嘅人流情況，將人流預測資訊及時轉化為運力調配、路線優化，以及亦都應該要推薦相應一啲步行嘅路線去配合我哋保障人流疏導嘅高效有序。第二係加強同內地部門嘅溝通，呼籲旅客錯峰出行。喺優化本澳交通安排嘅同時當局亦都可以同內地嘅旅遊主管部門保持緊密溝通，透過唔同嘅宣傳渠道向內地旅客以及業界及時發放本澳旅遊資訊，包括實時訪澳人數、景點人流、酒店住宿等嘅信息，助力旅客錯峰出行。同時，當局亦都可以加強同我哋本澳業界溝通，完善旅行團嘅出行同埋行程安排，避免尖峰時間嘅集中訪澳，優化遊覽路線，減少景點周邊嘅交通壓力，以及係推動我哋嘅旅客更加好咁樣促進社區嘅經濟。第三，強化服務質素，提升旅客體驗。服務質素係旅遊城市嘅核心競爭力，優質嘅服務能夠提升旅客滿意度，增加重遊率，喺激烈嘅旅遊競爭中脫穎而出。本澳曾經喺2024年中國旅遊者出境滿意度10佳目的地首奪第1位，反映本澳旅遊服務質素得到廣大旅客嘅認可。期望政府同埋業界係再接再厲，持續提升澳門有禮城市形象，豐富旅遊產品，完善旅遊資訊發放，加強旅遊行業嘅價格監測，維持合理定價，為旅客提供優質嘅旅遊體驗，讓澳門成為旅客心目中嘅旅遊休閒目的地，推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建設。多謝。